健康百萬大道，以知識為本，以健康為輔。又夠鐘睇健康百萬大道啦！嗱，其實健康咧真係非常之重要嘅。喺度呼籲下大家，如果啲咩健康嘅主題啊，你都想探討下嘅話咧，不妨去到我哋健康百萬大道嘅 Facebook 啦，同埋 YouTube 留言話俾我哋知。嗱，就算呢一輯我哋做唔到，下一輯咧盡量同你搞掂佢。其實話你知啊，我哋平時度呢啲健康嘅主題啊，都度到頭痛嘅。今日咧請到兩位嘉賓上嚟同我哋玩遊戲嘅，即刻請佢哋出嚟。首先我哋有請袁學謙阿 Ben 同埋董嘉怡 Lulu， 歡迎兩位。Hello，Ben 你好。Hello，King哥。Lulu 你好。喂，其實咧好羨慕你哋，第一羨慕你周遊列國啦，成日食啲好嘢，睇啲好嘢啦。Lulu 咧，其實我都好羨慕你嘅，因為你有個朵咧叫做大埔 Lulu， 即係好多大埔啊或者係新界北啲人咧都好中意睇你嘅，係咪㗎？少少啦。呢個綽號係點嚟嘅先？因為應該係足球啦，大家就知道我係做大埔足球隊嘅啦啦隊，所以就有咗大埔。哦，就係咁嚟嘅，大埔 Lulu。係啊。其實兩位咧，我見到咧喺化妝間咧都傾得好投契。你哋之前識㗎？識咗10幾年啦，青梅竹馬喎。係咪啊？16年啦，16個真係仲唔係青梅竹馬？唔係啊，16、17啊，差唔多啦真係。咁一定好有默契啦，今日掂㗎啦喎。不過你哋都有呢個醫療急救箱嘅，我哋請到個醫生咧去幫你哋嘅，有3個機會啊！即刻請佢出嚟好唔好啊？佢就係腦神經科專科醫生韓方光醫生。Hello， 醫生你好。你好 ，Hello， 歡迎你。今日咧就要幫佢兩位喎，有3個機會。好，馬上開始，第一 part 叫做醫家大作戰。我都未見過啲醫生咧同啲嘉賓咧喺個節目未開始已經打成一片咁熟絡嘅。頭先你係咪成日套你料啊？醫生佢哋？係啊，同埋佢哋都可唔可以講嘅？佢哋兩個其實咧都今晚嘅即係 topic 咧，佢都有啲熟悉㗎，熟悉㗎。佢哋兩位都有偏頭痛㗎？係啊，真係㗎？係啊，好少㗎喎。家族遺傳，唔係扮㗎係嘛？唔係真係有嘅。我而家頭痛啦，醫生。唔好頭痛先，我哋睇睇1000蚊嘅問題。偏頭痛喺發作嘅時候，部分患者會見到啲咩嘅咧 ？A 呢個我嚟嘅錢 ，B 閃光同黑影 ，C 東西在浮動 ，D 黑洞。我聽完咧就覺得 B、C、D 其實都好似差唔多嘅。我咧自己又覺得係 B 嘅，因為咧我有偏頭痛嘅時候咧會即係對住啲白光啊係好敏感啊，然之後會有啲黑影咁樣。你見鬼啫！我應該俾咩表情㗎？你俾一個靚仔表情得㗎啦，醫生唔使理佢哋。佢唔用呢個急救箱咧，你係唔需要講嘢嘅。B， 我哋覺得 B。請你讀出嚟。B 閃光。黑影。最後答案？係。第一題係答到喎 ，OK。幾聽錯？醫生。呢題都簡單啦嚇。好，1000蚊，睇睇下一條問題。下列邊一種性別啊患有偏頭痛嘅比例較高嘅 ？A 男性 ，B 女性 ，C 比例完全相同 ，D 只有兒童。喺在咧就係比例完全相同嘅，一男一女，一男一女都有偏頭痛嘅。咁阿 Ben 其實你點知係偏頭痛唔係普通頭痛咧？我聽媽咪講咧，爹哋係本身有偏頭痛嘅，咁 Okay. 我就即係不以為然啦。直至上次就係我諗2、3年前嗰次打牌第一次發作，咁我即刻上網 search， 佢就話俾我聽嗰一個症狀就係偏頭痛。咁我就翻去問咗眼科醫生，亦都問咗家庭醫生，佢話你係㗎啦。咁跟住先知係偏頭痛咯。係 OK， 男性、女性頭比例一樣嘅，只有兒童。只有係啊，我哋都唔係兒童啦。比例完全相同，男性女性，但我哋男性可以用下醫療急救箱㗎咁樣啊，我哋係。唔好詐弟弟啊！可以用醫療急救箱㗎。我哋有可以請教醫生㗎，有3個。有3個。有3個。 9題裏邊有3個。你係咪用先？唔好詐弟弟。冇呢個問題。醫生，你有冇頭痛啊？有冇偏頭痛？我冇頭痛。好，兩位決定。你揀啦，交俾你啊！我信你㗎啦 ，Lulu。我揀我自己，好嗎？好，我信你，我信你。我揀 B 女性。最後答案女性。你早啲用錦囊啊！不過唔使用自己係啱嘅。哦，
真係多啲㗎女仔原來。係啊，呢個都可能需要補充下啦。好，首先我哋要重點就係話偏頭痛咧，其實係好常見嘅嚇。我哋話其實10個人咧都會有1個，甚至乎而家有啲統計學話咧就係8個人之中咧都有1個人係有偏頭痛嘅，係無論你係邊個種族啊、年齡都會有咁樣咯。咁但係的而且確咧，女性係多啲嘅。咁主要原因咧，因為女士就係多一個我哋叫做佢嘅荷爾蒙有啲上落咁樣啦。咁特別係青春期之後咧，有荷爾蒙影響之後咧，係會多少少偏頭痛嘅發作嘅。個比例大概係3個女性啊，同比1個男性咁樣。哦，咁多嘅。係啊，所以就係多啲女性有呢個問題。獎金去到2000蚊嘅，睇睇下一條1000蚊簡單題。偏頭痛發作持續嘅時間通常喺邊個範圍內咧 ？A 5分鐘內 ，B 係4至72小時，哇好耐。C 恒久不散，好慘啊！呢個剛好24小時。一定唔係 A，因為我唔會痛得5分鐘就可以復活。我哋頭先就係討論過呢個問題。Lulu 咧就話佢經歷係2至3日。2至3日。 2至3日啊？係啊。唔停㗎。因為一路痛啦，痛到即係又暈啊，又會嘔啊，然之後瞓完食完藥都係控制唔到嘅。我就冇咁耐嘅，因為頭先阿 Lu 就話佢係即係2、3日啦，我係半個鐘。你因為成日旅遊啊 jet lag 多啊 jet lag 多反而唔咁咪頭痛咯。哦，但係又冇喎，反而旅行嘅時候冇喎，係近呢2、3年 Covid 之後先有。哦，係啊，係啊，之前冇啊。OK，係突然間嘅，所以嗰下真係好嚇親。好，最後答案，我半個鐘啫喎。咁邊度有半個鐘啊？係咯，冇咯就係。今次你答。我答我揀 B 嘅咋。最後答案 B 4至72小時。最後答案 B 4至72小時，都係啱嘅。好似好緊張。佢答啱我答錯咪死。好，睇睇下一條問題。哦，偏頭痛是否具有遺傳性？呢條好似易答喎。A 沒有 ，B 具有明顯家族遺傳傾向 ，C 淨係傳俾男 ，D 淨係傳俾女。呢個好似容易一啲喎，呢個係簡單題嚟嘅，1000蚊。B 具有明顯家族遺傳傾向，即係你爸爸傳俾你，係你媽咪。我爸爸傳俾我。哦，可以，哦咁樣傳㗎。係啊，所以下邊嘅 C、D 已經唔啱啦。OK，最後答案 B， 強烈嘅家族遺傳傾向係啱嘅。好嘢，好嘢。不過我都要補充少少啦。嗱，冇就一定係錯㗎啦。其實呢條題目真係相對淺嘅。但係 B 呢個具有明顯家族遺傳咧，我哋都要講下，佢唔係話真係絕對嘅，即係唔係話好似地中海貧血咁樣，哦，阿爸有我就有幾多% 有，因為佢唔係單一個基因傳落去，佢係只係一個傾向喺度嘅啫。嚇，咁你係會多少少，但係咧就唔一定有咯。醫生有問題，想問下咧，咁有冇啲咩嘅原因係會 trigger 咗出嚟咧？即係 Lulu 就早啲啦，我就遲啲啦。點解會有偏頭痛咧？其實你係比較啲神經線啊、啲三叉神經嗰啲係比較敏感啲咯，對外來嘅嘢會比較容易啲受佢影響咯。咁你話點解會有？咁我哋就唔知嘅。咁但係所以我哋就話如果個人個生活上咧，譬如太多壓力啊，或者睡眠不足，或者天氣會轉啊，或者女士有荷爾蒙啊，有其他藥物啊，其他食物嘅敏感嗰啲咧，都會容易有偏頭痛咯。簡單嚟講就係黐咗線咯，係嘛？好，睇下一條問題。如果頭痛次數1個月超過多少天啊？建議尋求專科醫生進行預防性治療。A 少過1天 ，B 係2至4天，C 係8至10天，D 係30天。1個月超過幾多天就要揾醫生。預防性治療啊？進行預防性治療。偏頭痛可以即係預防性治療。我第一次聽。可以預防嘅原來。可以㗎。咁其實2至4日已經係好影響你嘅生活啦。因為佢講話進行預防性啊嘛，咁就應該你唔去到8至10日先嚟預防啊嘛，咁辛苦。咁都死得啦。頂咗8日啦，所以我以前未食藥之前咧，就真係8至10日㗎，一個禮拜痛2、3日咁樣。咁多咩？咁以前你開工咪冇影響？係啊，咪頂硬上。係最後答案 B 啦，係嘛 B 2至4天。 2至4天，啱嘅。
其實你都幾叻喎，你哋兩個真係。呢個推論得幾好啊！係啊，推論得幾好，同埋佢哋自己有經我想問下驗咯。預防性治療偏頭痛係啲咩啊？我哋而家睇頭痛咧，以前咧醫頭痛咧好簡單，就話頭痛食止痛藥啦 ，A 嗰隻唔得咪食 B 嗰隻啦，一粒唔夠食夠2粒啦。但係我哋發覺咁樣咧，你不斷淨係靠止痛藥咧，你會頭先講過會食唇啦，同埋更加有個危險就係話你會依賴咗止痛藥，有個藥物引起嘅頭痛，就算你唔食藥咧都會頭痛嘅，咁啊仲難醫咁啊。所以咧通常痛到某一個程度咧，我哋覺得可能譬如2至4日啦，差唔多1個禮拜或者隔個禮拜你都會痛，影響你個生活，影響你嘅即係工作咧，咁你會有機會食得多藥咯。咁要用一啲預防性嘅藥，防止呢個偏頭痛發生。哦，有啲藥係食咗會預防嘅。係啊，我哋近呢幾年係有啲好有效嘅藥物咧，去 Okay. 防止去發生嘅次數啦，同埋防止去考慮下喎呢度痛嘅程度。可唔可以我哋完咗呢個節目就去絕對冇問題，佢哋絕對冇問題，診症下好歡迎。我哋好鼓勵病人係有需要嚟睇我哋嘅，係啊，千祈唔好話呢啲好簡單，我唔想睇醫生啊，好煩啊，唔係㗎，真係要睇嘅。一啲都唔簡單啊，因為頭痛真係好辛苦，好影響生活。冇錯。 5000蚊嘅獎金，我哋睇睇下條問題啊！喂，以下邊種酒精飲料啊啱你啊！最常被報導為引發偏頭痛，有嘅咩？但我每隻都飲嘅喎。唔怪得你有頭痛。A 係紅有冇酒以上皆是啊？ ，B 係白酒，C 係伏特加，D 係煎酒。誒，事咩？我以為種種酒都會頭痛，我自己個人認為，係咪你？原來係有種酒係勁啲嘅。嗱，我咧就你飲開啲乜嘢啊？我全部都飲嘅，但係我自己就唔中意飲 vodka 嘅。咁飲完 vodka 之後咧，通常第2日咧都係容易啲 hangover。我唔知呢個關唔關事啊，醫生？雖然煎酒同 vodka 一樣都係 hangover 高同偏頭痛係咪同一樣嘢啊？係咯，成啲人話飲完酒第2日會頭痛，咁嗰個係宿醉啫。係啊，冇水啊，缺水。呢個可唔可以用錦囊？我哋有3個㗎嘛。有3個錦囊，我哋用過啊，未用過。未用過啊。醫生唞大氣啊嘛。喂，得9題啫，而家第6題仲唔用啊？用啦。用啊！咁首先酒精本身都係總體嚟講，如果你係唔受得嘅話咧，酒精本身係會令到你有偏頭痛發作嘅。但係我飲親酒都痛嘅。係啊，咁但係你要睇下呢一度 A、B、C、D 咁多個酒，除咗酒精之外，仲有啲乜嘢有唔同嘅咧？提子。提子、好聰明啊你！地兩個都有提子㗎噃。係咯紅。酒、白酒都有提子喎。係咯。一個剝咗皮，一個冇剝皮啫喎。嚇係嘅。係啊，咁你做酒，哦，一個剝皮，一個唔剝皮嘅。剝咗。咁你紅酒咪有啲皮、啲單寧嗰啲咯，白酒冇噶嘛。白酒係剝咗皮先。係啊，齋個唔知喎。白酒係齋個肉咯。青提子嗰粒啊。唔一定係青提子嘅，紅葡萄嗰啲。錯你梗係拍過啲 vineyard 睇嗰啲酒莊。哦，好嘢。咁係咪即係關啲單寧事咧？紅啊酒 A 紅酒最後答案紅酒。 A 紅酒，旅遊達人係啱嘅。佢啫，我點對得住啲節目？讀萬卷書，不如行行萬里萬里路路啦。好嘢，獎金去到7000大元啦。我哋睇睇呢條困難題。近年研發用於醫治偏頭痛嘅生物製劑啊，係專門針對邊一個化學分子啊？提完我都未必識。A 係 PCSK9，B 係 IL17，C 係 VEGF，D 係 CGRP。冇教過 A level 都冇讀過呢啲 chem 嗰啲。最憎呢啲嘅。其實醫學院都冇教嘅。係咪用急救先？一定要用啦。我哋一定要係咪用急救箱先？一定要用啦。仲有2個急救箱嘅。用。嗱，我只係話全部都係藥嚟嘅，係。係。全部都係藥，不過醫唔同病咯。係啊，裏面有即係可以話4種，一個係醫膽固醇，一個係醫眼睛黃斑點，一個係醫風濕病，另外一個就係醫偏頭痛咁樣咯。算唔算錦囊啊？呢啲幫唔到啊！的確係4個都唔同嘅。幫唔到啊！不如你可唔可以篩走2個？數字不如都要靠你篩㗎啦。醫生，我想問係5個字啊，定係4個字啊？咁啊4個字咯。哦，4個字得返2個啊！即係俾咗個50-50你咯。即係50咁咧，第一個字係你冇搞錯。但係應該咁講啦，我可以話呢下 GF 咧，呢個就係個 growth factor 嚟嘅，嚇，即係一啲生長素嚟嘅，係啊，呢個CGRP 咧就係一個
一個 related peptide 一啲咩相關態嘅一啲蛋白態嗰啲抗體嗰啲咯。生長素可能都係即係你有啲咩要生翻多啲出嚟啊？頭髮哦，好咯。好啦，D D，最後答案係 D CGRP。 CGRP 又啱喎。多謝醫生。好，目前嘅獎金咧去到9000大元㗎啦。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健康百萬大道。我哋睇睇下一條問題啊。既然知道頭先嗰個 CGRP 啦，OK， 呢種藥物啊，一次使用最長可發揮多久嘅預防作用？三日咯，好彩仲有急救箱。A 係大約3日，B 係大約3個月，C 係1世，D 係大約3至5年。如果嗰粒普通抗生素啊都要食7日啦。咁係預防啊嘛，預防作用啫嘛。如果你食一粒藥就可以3個月，咁仲使睇醫生嘅？唔係醫生開噶嘛呢個藥。冇理由咁長用噶嘛。 3個唔係因為我月長一世。食緊啲藥咧3個月係真係要1-2個月起嘅，冇理由食1世嘅。所以你食一粒藥藥，嗱你如果針劑你個身體度慢慢可能可以 last 好耐，但係你一粒藥冇理由可以 last 到3個月咁長喎。咁佢又冇真係講話食可嘅發揮多久？咦，醫生不斷 reject 我喎，咁即係應該係 B 喎。唔係㗎，可能係勁啲咧，3年咁樣。醫生你唔識講大話。唔係，不過我係我大話識係差嘅。不過我答你唔會1世咯，一世咧，一世我哋就唔係要講藥啦，一世醫生要搭巴士嘅。一來啦，我哋而家都有啲病，我哋係希望係1世嘅，係即係我啲譬如基因病，我哋想改咗佢基因，嚇咁嗰啲都係1世嘅，用一次咁樣。我哋唔會話淨係話即係賺錢嘅，有啲病我哋真係想改變佢1世嘅。但係偏頭痛暫時頭先講過啦，個基因我哋唔知喺邊度嚟㗎嘛，所以你冇可能所以未可以改改個基因㗎嘛，所以只可以話 C 唔係啦。你覺得咧？嗱，我覺得因為我頭先嘅理論就覺得針劑應該係長啲嘛。如果食應該冇咁耐嘅，我估啫。我覺得唔係 A 太短。咁啊 B 咯，D 有冇太長太長啦啦？真係答案全部都係 B 喎。係咪啊？係啊，咁咪高咯。咁 B 咯。最後答案 B 大約3個月。大約3個月，都啱嘅。OK，目前嘅獎金已經去到11000蚊㗎啦。答埋呢題咧，有機會去到13000蚊㗎。你睇睇呢一 part 最後一題，關於偏頭痛嘅治療，以下邊一項係國際頭痛學會嘅最新建議 ？A. 盡快進行急性治療。B. 使用有效嘅治療方法嚟預防偏頭痛。C. 從預防發作轉向預防偏頭痛病情惡化。D. 避免使用不當嘅治療。使用有效的治療。醫生你想唔想幫下我哋啊？想我哋想用埋啊。何醫生請講。 4個都啱嘅。嗱，應該咁講。最新個重點係最新嗰度咯。嗱，我哋做醫生咧，呢4樣嘢都係我哋想幫病人嘅。但乜嘢係最新咧？最新即係話我哋以前可能忽略咗，而家覺得係更加重要啲嘢。邊使用有效嘅治療方法預防？因為要預防啊嘛，咁而家就係要提你大家要預防咯。但係冇頭痛嘅人，佢唔會去 concern。但係個個都會頭痛㗎嘛，只不過唔知係偏頭痛定頭痛。唔係啊，醫生冇頭痛啊！啱啱我問佢有冇頭痛，佢唔係咁好多人都有嘅。好大壓力喎。唔緊要，答錯咗都可以繼續去。不過呢題冇咗個獎金。哦，呢題係5000係嘛？呢題係2000蚊價錢。信自己， C 條 B 啊？C 條 B 信自己。 C 咯。最後答案 C 從預防發作轉向預防偏頭痛病情惡化。你讀得咁清楚，讀得咁詳細，呢個俾你啱啦，好嘢！好啦，真係辛苦晒咁多位啊，辛苦晒醫生。而家帶住13000嘅獎金咧，我哋進入去真假醫生。
錄影廠裏邊咧，而家有一位真嘅，有一位假嘅醫生。究竟邊位係真，邊位係假嘅咧？除咗睇佢哋嘅外形之外咧，聽我哋講嘅內容咧，都揾到啲端倪嘅。兩位留心啲咯，不如我哋請馮醫生開始先好嗎？偏頭痛係一種複雜嘅神經系統疾病，並唔係單純由心理壓力引起嘅。佢嘅診斷係高度依賴佢嘅病歷。根據國際頭痛疾病分類第3版嘅標準，冇預兆偏頭痛需要最少發作5次，而且每次持續4至72個鐘。發作時經常會伴隨住搏動性頭痛、畏光同埋作嘔作悶嘅感覺。當發作嘅頻率每個月超過4日，而且嚴重影響生活嘅時候，臨床上我哋會建議啟用預防性治療，以避免過度依賴止痛藥嘅藥物過度使用性頭痛。聽完都好明啊！聽完我覺得好多都中喎，我自己。講緊佢嘅嘢就係咁即係 OK 咯。啊，聽埋陳醫生先啦。好，陳醫生唔該你。偏頭痛主要係由腦血管異常擴張引起嘅，所以透過腦部核磁共振 MRI 影像檢查就可以確診。根據國際標準，只要單側搏動性頭痛發作超過2次，並且伴隨住視覺閃光，就可以判定為慢性偏頭痛。酒精係其中一種偏頭痛嘅引發因子，尤其係紅酒入面嘅單寧，會直接導致神經發炎。如果頭痛發作每月去到有2日，就應該立刻每日服用急性止痛藥。呢一個係目前醫學界公認預防病情惡化嘅首選方案。你啲 friend 喎 Ben，係都講緊我喎，呢個又中晒喎。係咯，嗱，頭先你係中 Lulu，而家到阿 Ben 中，可唔可以係兩個醫點決定咧生都係啱㗎？唔可以，即係一個一定係錯嘅。一個一定係假嘅。但係咧，佢啱啱你嗰個咧，最尾講話每日用止痛急性止痛藥，又好似啱啱何醫生有講話唔係用急性止痛藥，佢有好講過清晰喎有，Lulu 聽得。係咪啊？我啊淨係聽到紅酒啫，係咯，我淨係聽到紅酒，因為中啊嘛。係啊，所以我即刻relate 到我喎。Lulu 第一位阿馮醫生中你自己幾多啊？中晒9成啦， 9成啊，係啊即係個次數啦，係嗰啲症狀啦。咁啊 Ben 啊，陳醫生中你幾多成啊？除咗紅酒嗰度，仲有冇其他嘢淨係中紅酒咯，淨係中紅酒。其他我聽唔到啦。因為我淨係 focus 你淨係掛住及醫生個樣。哦，咁你覺得陳醫生點？啱咯。兩位商量好未？你哋決定啦，邊位係真嘅醫生，邊位係假嘅醫生？你嗰個多啲嘅，我覺得馮醫生好似，係因為你嗰個真係多啲嘅。最後決定，我哋覺得係馮醫生。馮醫生佢係腦神經科專科醫生馮賓熙醫生，你哋係啱嘅。Yes， 好嘢，馮醫生，麻煩你講㗎。其實陳醫生頭先有啲咩地方係唔啱嘅？首先診斷偏頭痛咧，我哋主要都係靠臨床啦，即係好似 Lulu 咁，其實佢從佢嘅症狀，佢已經判斷到幾乎係一個偏頭痛嘅問題。頭痛好嚴重，有畏光或者作嘔作悶，痛好長時間嘅，再加以係連續痛幾次啊，或者有唔同時間都有痛啊，咁多過1次以上嘅，咁我同好多臨床嘅判斷咧去診斷偏頭痛。而磁力共振咧，主要就係排除一啲嚴重嘅疾病啦，例如好多其他嘅疾病會引起頭痛，唔好聽會唔會有啲生個瘤或者出血咁嗰啲係靠磁力共振去排除嘅。咁但係用磁力共振係照唔到偏頭痛呢個病出嚟嘅。做啲咩咧，醫生？至於話發作2次就診斷係一個慢性或者長期偏頭痛咧，就字面上已經發覺唔係咁嘅問題啦。應該咧就我哋診斷 chronic migraine 慢性嘅偏頭痛咧有嚴格嘅定義嘅。咁就如果1個月痛多過15日，起碼3個月以上痛成3個月以上嘅，咁先至可以叫做慢性嘅偏頭痛咯。至於話單寧引起嗰個偏頭痛咧，咁其實偏頭痛個主因咧，頭先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就係一啲叫 CGRP 嘅物質。嗰啲 CGRP 物質引起一啲腦裏邊嗰啲血管擴張，從而引起一啲偏頭痛嘅。即係現時我哋所知嘅證據係咁樣啦。咁至於單寧咧，極其量只能夠講係一個誘發性嘅因素咯。至於最後痛多過2日就即刻要每日食急性嘅止痛藥，咁可能你都知啦，你食太多止痛藥，可能有啲副作用、反作用，反而引起一啲所謂藥物過度使用嘅頭痛。
咁就反而冇咁好。我哋希望係用一啲所謂預防性嘅藥物去減少個頭痛發作。如果痛得太密嘅話，當然其實如果一個月痛2次，我哋有時又未必需要去到用到個所謂預防性嘅藥物，可能用一啲新嘅偏頭痛藥啊，即係有需要時用，咁都可能有幫助嘅。唔該晒馮醫生，亦都唔該晒陳演員醫生。好啦，幾位咧係帶住26,000蚊咧進入最後一個回合，終極問題。我最中意嘅問題就係終極問題，如果答啱咗嘅話咧，獎金去到52,000大元。不過答錯咗咧，得翻13,000嘅啫。今次好彩有馮醫生幫你哋手。OK， 有冇信心？有信心。睇下問題先啊。好，咦？咩？我個年代啊，同我個年代喎，醫生。經典動畫《3-1萬能俠》邊一款啊個頭頂啊係一架飛機，3個裏邊有一個個頭頂係飛機嚟嘅。點解唔問啲我識嘅動漫啊 A 1號 B 2號 C 3號 D 以上皆是。Lulu 拗晒頭，因為佢未睇過3-1萬能俠。阿 Ben 係咪你年代啊？冇睇過啊，應該都唔係你年代啊？呢一套係咩嚟㗎？馮醫生好似係我哋個年代。其實我嗰嚿嘢係咩嚟？係我都唔 picture 到係點樣。仲諗住傻你添出呢啲，通常男仔會知㗎嘛 Ben。我睇好多動漫，但係不過呢個係 before your time，應該係未出世。3萬能俠咧係有3個嘅，我記得係有3個嘅，3個個樣都唔同啊嘛，馮醫生係咪啊？每一個都唔同。咁所以是但一款就係個飛機嘅個頭。咁唔會三個都係。係咯，所以應該唔係咪㗎？上街市。唔係應該唔。應該點都是但一個嘅。一定要。我真係唔記得啦，我真係唔記得，好慘。我哋3個年紀大啦。有冇得投降㗎？有得投降㗎。有得投降。如果投降嘅話咧，我已經準備咗支票俾大家睇下、摸下。馮醫生摸下先，摸㗎咋？摸唔摸啊 Lulu？ 摸。你摸咗頭痛啊，跟住。我唔驚，我唔驚。嗱，而家你話棄權就可以攞走呢張26,000蚊嘅支票嚟做善事。如果答啱咗 double 啦，答錯咗一半。我唔貪心。我都唔貪心。但係馮醫生可能有少少頭水噃，係你個年代喎。我一滴都冇喎，真係一啲印象都冇。係咪攞支票？攞。阿 Ben 攞。好，決定攞呢張26,000蚊嘅支票。不過決定咗之後都可以揀一個，睇下你哋有冇運氣。咁我可以撞下啦。馮醫生你揀啦，你睇過啊？我揀3 C 啦。最後答案 C 3號。 3號錯㗎，好彩揀支票咋。不過唔緊要，今日嘅獎金都有26,000蚊，都係一個相當好嘅數字。恭喜晒咁多位。頭先嘅終極問題咧，我要自首，其實係小弟出嘅，暴露咗我嘅年齡添，唔好意思。1號咧，其實個名咧就叫做飛鷹號，即係話個頭上邊有啲嘢識飛㗎啦，咁所以就係咁解嘅。今日係26,000蚊，其實都唔錯啦。好，麻煩兩位幫我哋頒獎先。我哋有請香港頭痛學會嘅主席李可倫醫生為我哋接受。多謝晒大家。如果想上嚟挑戰我哋健康百萬大道嘅話咧，記住關注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好玩。我覺得好開心啊，因為咧係估唔到我可以參加 Ken 哥嘅百萬富翁咁樣啦，仲可以同我嘅好朋友一齊嚟玩。然之後本身係啲醫學問題應該驚好難啦，但係hit 中咗我哋兩個都會有嘅偏頭痛問題。因為呢樣嘢都困擾咗我哋好耐啦，咁所以我哋都用自身嘅經歷去解答到呢啲答案咯。好好玩啦，同埋都覺得佢哋好聰明啦，好叻啦，都答啱晒啲題目。都好開心，好好玩啦！尤其是見到陳啟泰啦，好開心識到好多朋友啦。今日嘅遊戲主要都係做一啲健康嘅教育啦，希望大家都了解多啲偏頭痛。呢個節目都好輕鬆啊，帶俾觀眾咧唔同醫學知識咧，亦都好好玩。我覺得最搞笑就係我都嘗試陰下佢哋啦，但係都唔成功啦。咁阿 Ken 就俾翻佢哋過關啦，咁樣啦，都幾好玩。成個過程最搞笑係我答啱咗問題嗰刻 ，Ken 哥讚我，因為我真係冇諗過，因為細個你睇百萬富翁嘅時候，你會覺得哇，得到佢嘅讚賞係幾咁難啊！佢就頭先讚咗我話，阿 Ben 真係淨係你先答到呢一條，咁所以嗰下我就覺得好開心啦。好叻啊！我覺得係同啲醫生嘅互動係好開心。首先係第一個阿韓醫生啦，哇！
好少醫生咁風趣幽默，好古惑啊佢。然之後，因為我哋未出鏡之前咧就傾下偈，我想知多啲可能偏頭痛會點樣，點解會有咁樣。咁佢咧就喺度估估話咁樣，即係唔答你咁樣，我就覺得好少見到啲醫生咁得意。咁所以咧，我哋今日成個過程係又有知識啦，然之後又有呢個娛樂啦，又認識咗幾位醫生，我哋已經拎咗去卡。係有啲咩病就揾醫生啦，我哋。最大件事就係最尾嗰條問題啦，關於3-1萬能俠，真係好兒時嘅記憶，不過真係好依稀。我記得我真係好細個，可能幾歲係睇嘅，知道有咁嘅卡通片，但係問我裏邊有啲內容，我真係完全都冇印象。我諗今日大家都見到啦，我哋今日2個嘉賓咧都咁啱係有偏頭痛啦，所以其實咧偏頭痛咧呢樣疾病咧係其實都幾普遍嘅。好多病人咧都以為自己有普通頭痛，就忽略咗呢個問題。咁其實都大家應該早啲去睇醫生啦，問下自己嘅家庭醫生啊，需唔需要轉介去睇專科醫生去正視呢個問題咯。希望透過今次嘅節目，大家可以認識多啲偏頭痛啦。即係無論你身邊嘅人或者自己，即係如果即係自己本身受到一個好嚴重嘅偏頭痛困擾，就起碼了解多啲個病，知道點樣去面對啦。或者身邊嘅人成日有頭痛，希望大家都理解佢哋多啲，因為偏頭痛的確係好影響一個人，影響佢哋嘅生活嘅。其實香港頭痛學會咧係由有一班腦神經專科醫生喺2025年咧成立嘅。咁呢個宗旨咧就係希望咧促進咧同埋加強咧醫生嘅聯繫，希望透過舉辦一啲本地啊同埋國際嘅醫學會議啦，希望將一啲咧頭痛醫學咧最新嘅科研成果啦同埋治療指引帶俾香港醫生，從而提升咧喺頭痛醫學咧嘅治療水平同國際接軌嘅。另外，希望教育市民咧認識唔同頭痛醫學方面咧嘅病徵啦、成因啦、診斷方法咧，同埋最新嘅治療方案。所以當個病人有問題嘅時候，都可以知幾時睇醫生啦，同埋有咩唔同嘅用藥嘅揀嘅方法嘅。健康百萬大道，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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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